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中度风台杜苏芮暴风圈下晡会接触台湾陆地，东部恒春半岛愈暗雨愈大，明仔开始南部的风雨嘛会真大。汉空 A10 第3天，金门透早进行反登陆作战操演，桃园机场嘛头一届进行反空降作战的演练。新北市树林仔一间药局红仔某头家骗民众投资，金额超过38亿，警方已起诉一对红仔某。新闻一开始来关心风台杜苏芮，目前是位于高兰皮南方大约290公里的海域上往西北移动，暴风圈等个接近恒春半岛，对南部各有东部地区会造成威胁。咱来听气象局最新的说明。大家午安，大家好。气象局持续针对今年第5号台风杜苏芮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根据今天下午2点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台风已经来到了恒春南方大概290公里的海面上。过去这一段时间，台风的强度跟范围并没有改变，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是280公里。那未来呢，会持续的朝向西北的方向前进啊，所以我们预计在未来1到2个小时，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恒春半岛的陆地了。随着台风逐渐北上的过程当中，台风的暴风圈会逐渐的涵盖到台湾中南部的陆地，因此在这一报我们新增的警戒区包括了云林以南地区、花莲、台东地区，还有澎湖都纳入了陆上警戒区域。而另外海面上，我们则持续针对台湾东方的海面、巴士海峡、东沙岛的海面跟整个台湾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截至到目前为止的话，最多的累积雨量是出现在花莲的60石山，已经超过了200毫米了。而另外在宜兰跟屏东的山区也有超过200毫米的累积雨量。目前台风的位置是在台湾的南方大概290公里的海面上。那暴风圈的话，7级风暴风半径280公里，所以其实已经离我们南端的陆地非常接近了。那我们预期大概在未来1到2个小时，台风的暴风圈就有可能碰触到我们恒春半岛的陆地。看起来在未来1到2天，也就是礼拜4、礼拜5，有可能逐渐会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那到周末的时候，可能也不排除它会形成为下一个台风。再来看台铁按算讲，伫下晡5点以后，南回线邦寮到台东的部分车帮就会停驶。目前东部的风雨已经真大了，愈暗会阁雨愈大哦。气象局嘛表示讲，明仔载开始，南部的风雨嘛会真大。风台的影响，中道伫台北车头，大部分列车也是正常。估计下晡5点以后，南回线阁有邦寮到台东区间部分车帮会取消。气象局表示，目前杜苏芮距离台湾310公里，因为伫离宋岛附近是伊科啊，强度有淡薄减弱，下晡暴风圈就会吸到南台湾。那接下来的话，包括中南部以及澎湖跟金门，预计会在今天的稍后陆续纳入陆上警戒区。台风在今天的话，还是位在台湾的南方啊。那到了27号，会逐渐的进入台湾海峡南部。28号从福建进入中国，因此在北上的过程当中，今天、明天一直到礼拜5的清晨，将会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大的时候。因为风台台湾正咧吹偏东风，东半部恒春半岛日落都有明显的雨水，花莲上济的累计雨量已经超过200毫米，一直到暗时拢是这款的天气形态。到27载时，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雨水也会明显增加。包括花莲、台东、宜兰的山区跟屏东的山区，这将会是未来24小时之内雨势最大的地方。另外，和东半部相邻近的，包括了宜兰、新北的山区，还有部分西半部的山区，在未来也会有豪雨发生的机会。气象局提醒，日落东半部恒春的风台雨势愈换愈强，而且风台到台湾西南边，南部地区风雨也会明显增加。澎湖甲金门为27下晡到28也会有大雨，提醒民众做好防台措施。记者郭永随台北报道。目前宜兰跟花莲雨是落了真大，花莲玉里的高寮大桥、有富里乡的轮天大桥变道嘛已经受损，中环公路的关湾段又搁崩山，目前搁会抢修。花莲有民众是真不满讲雨落了这么大，甲袂放风台架。
目前花莲的玉里、德溪、富里下晡已经开始停班停课。屏东包括恒春、琉球、车城、湾州、房山，阁有西雅、牡丹等7个乡，阁有高雄的那马夏嘛为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大水一直从桥面受风台影响，原本已经有警线封起来。花莲高寮大桥一日早起，工作人员发现桥面已经出现壁痕，也佫破去。另外，伫富里乡的轮hen大桥变道也互不断的溪水冲海去，那座桥山也有人受困。院墙轮hen大桥冲毁了希望我们的不要进出，以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因为63它目前是没有游客，但是上面有住户，所以我们也呼吁所有的住户不要强制下山。另外，台北线114.4公里沿段边坎土石放落去，唯一通行的便道拢是石头，无法度通过。太多个国家工程内底4个拢是水墙，民众唔通入去。25号下午4点的时候，已经封闭所有园区的油气步道，太港处辖区的沿海核准的队伍有117队，417人已全部下山。目前山上也没有登山队伍。花莲雨势正大，有不少在前部分民众怪县府为什么无被放假？县府解释，目前雨量甲风力拢无达到放假标准。雨量有在350以上的话，那依照实际雨量的预估雨量，我们可以做停班课。另外的话，如果假设我们是在路警的发布范围内，那如果风力有达到7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那我们还是可以宣布停班课。依然也是透风落雨，烦恼农作物会受损，农民透早赶紧到菜园抢收，做安全的防护。面对风台来势正强，预防地区愈暗，可能雨势愈大，拢爱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东部昨暗就开始落大水雨，台东的成功有部分路段水未复排，一寡民众的厝邻淹水市区嘛有排水沟的水拢涨起来，里长是赶紧来摒水沟雨落未停，台东县政府是真烦恼，讲会亲像顶一届8八洪灾遐尼严重。县政府早起嘛去关心治本溪的水情，目前台东县是正常上班上课。落几暗的大水雨，看到大水淹入厝内，台东县成功镇这户民众真无奈，因为排水沟塌掉咧，水道淹入客厅，四界拢是绿古霾啊。台东市区有真侪所在积水，南里较低所在水淹过车路，地中华路也有排水沟塌掉咧，边的住户赶紧通水沟都惊水淹入厝内。日本溪水头也开始涨起来，台东县政府烦恼这摆风台带来雨量会亲像8八洪灾同款，造成日本地区的灾情。台东县政府甲宜兰乡公所透早就到日本溪关心水位变化，也派机构来准备。昨天还好，完全没有水啊，所以昨天就怕今天中午以后这个台风登陆听说雨量会更大。在过去几年没有台风的这2、3年，其实我们陆陆续续从下游到上面永南桥那里，陆陆续续清了200万立方的沙石。因为风台路线向南线，台东县大埔地区的风影真强，大影一直超过上武渔港灯塔。南回公路南平路段海影也伫要拍起的公路，提醒用路人爱注意。二岛的南苏甲绿岛风雨也在增强当中，按过目前台东县政府甲南苏绿岛乡公所拢无宣布停班停课，爱观察下晡风台动态才去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倒数落这几点钟，风台中心移动了真慢暴风圈可能会伫下晡接触到流恒春半岛的陆地。早起屏东的雨是一阵一阵，沿海的风影嘛愈来愈大。后壁雨渔港渔民是来固定渔船。垦丁南湾的海边嘛已经插红色旗来警告。咱来看现场记者的报道。协主报记者即马就伫咧屏东垦丁的船旁桥附近遮，会使看到记者背后遮呢风影目前是愈来愈大。受到风台影响呢，这个三面环海的屏东恒春半岛透早西边呢雨是有较细阵，但是呢来到南边甲东边呢，这风雨就较明显啊。烦恼这个风台影响行程，大部分的游客伫前2天就已经离开垦丁。但透早今仔路顶悬呢，虽然是无啥物游客，但嘛有今仔日准备要离开的香港游客，拄仔是把握时间去海边甲风影翕相，来听看因的感受。最初有点担心，但是在香港也有台风的经验，所以也没有问题。
所以不也是快一点离开这里比较好。目前垦丁沿岸的山滩拢已经插红旗管制，海巡人员嘛无定期伫巡逻，确保游客袂乌白走入去山滩内耍水，也是去看影哦。烦恼风影变大，这后壁有渔港的渔民一透早嘛去渔港巡看渔船敢有白虎岸，就惊锁啊转去。因为风台行的速度有变慢，估计下晡暴风圈才会接触到恒春半岛，到时阵风雨会更较明显。嘛提醒居民甲游客嘛一定要注意安全。以上是恒春目前上新的状况，将时间交予主播。风台来咯，高雄嘛铁力山区有特殊疾病100外的民众，区公所嘛提供沙包予民众来领。屏东的那边，阁有加当抽水站的人员哦，已经开始24点钟轮班咯。山区的来义乡哦，嘛按算暗时6点钟前，有200的民众得爱铁力。来到民众厝内，高雄桃园区文山里里长甲公所的科长，可劝因这2天先到收容所，因为风台可能伫山区早来真侪的雨量。市府嘛先特地伫山区洗药剂，还阁有新订特殊的病患141人。如果可以的话，是今晚到收容中心那边，我们会有驻点人在那边，那服务大家了哈。屏东来义乡全乡7400多人，每届风台拢会有风性撤离。这届预计伫26号暗时6点钟前，强制撤离195人到邻近的活动中心。乡公所的车队呢，下午2点出发，往来义林跟丹林来实施柔性劝离。较低的所在，亲像是屏东的那边、嘉东等所在，抽水站有5个员工24小时轮班。高雄各地接受区公所提供沙包，予民众来领，拢总26000个。洪山区过去到积水的所在，有民众已经先把防水的闸门开起来。另外较低啦，人新这边面厝啊，伊都拢电管啊，这边啊电管，刚才我遐较大的。我们准备的沙包总共有697包，还有我们的一个收容处所，总共有31处。那在昨天的话就已经完成了准备。南环尾山靠到向阳路段，为了确保用路人的安全，26号早时的封闭，预计28号下晡开解除，代替列车嘛有所调整。西部干线、东部干线正常来行驶，南回线高雄到台东下晡5点了后，对号的列车停驶。顺行列车有4个车次，逆行的列车有5个车次。屏东枋寮到台东之间的区间车，即是伫下晡5点了后机动来调整。万事拢准备好，就希望损害会当降到上低。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屏东个报道。前几天开始哦，菜就已经在起价咯。中华甲云林的产地，农民是赶紧抢收，菜叶啊类甲葱仔的价数已经拢起2成到3成。大商是表示讲，这阵仔的起价是因为过冬哦，拢会落雷公雨，佮加上风台要来，预期的心态。民众到菜市啊买菜，也看到这菜色拢已经起价了。当然，龙须菜69，那最便宜的也是那一些而已。像这种高丽菜都32块了，然后这个还算便宜，还在卖35块、38块都有啊。受到风台的影响，叶菜类起伏上大，大约是2成至3成。也那各类菜含葱啊一袋斤是起3成至5成。另外，瓜果类含根茎类的价数，含顶礼拜比起来是差不多的。因为这几阵仔拢定暗时拢落大雨，你菜都冻袂掉啊！咱咧散温暖的，伊免来冻会掉，一定死去烂伊嘛。云林市的果菜市场26透早都无用得进货。果菜市场表示，这礼拜的平均大卖价比顶礼拜是起3-4成，其中各类菜的起伏是上大，也那小白菜甚至价数有起超过1倍哦。点差有1/3，这24块升点起来到36、7块，拢有啦。你像高丽菜你起嘛，真济啊。也那中华农民为着要减少农损，也赶伫咧风台内进前赶到园啊抢收盐水含苦瓜等等较惊风雨的农产。惊风啊，唔惊雨啦，雨较无要紧啦，惊风啦，风出来这几啊吼，你出来拢大爆落，拢无效啊。农民表示，因为前一阵仔过冬到落西北雨，搁再加上即马风台的有机心理，所以菜价嘛对得起。拍算是要到后礼拜菜价才会渐渐回稳。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今仔是汉光演习的第3天哦。金门透早进行反定六作战操演，火炮的是大射击，金门的市区拢听得到炮啊声。桃园机场哦嘛头一届来进行反空降作战的演练。昨确诊的总统蔡英文已经较好了，经过医疗团队的评估，总统早起专程挂嘴安，嘛依照进前的行程出席汉光演习。
模拟敌军来犯，国军随用8寸榴炮火力压制。N60的山战车嘛随依风开炮，协助来消灭目标。金门日透早就进行着联合反登陆作战操演，火炮实弹射击，声音大到连伫几6公里以外的金门市区拢听会到。汉光演习第3天，通机场嘛头一摆演练反空降作战。接做是敌军的阿帕奇攻击直升机，先对机场地面的守军来进行着火力扫动。乌鹰直升机随着载着敌军的地种兵降落伫机场，随着发离战场。敌军地面部队直接进攻着机场，甲咱的守军互相攻防。经过战斗了后，会使看到咱的国旗升起来，代表咱的国军顺利将桃园机场推进来。那对于攻击军来说，他可以利用这边的设施，集结大量的攻击动能之后，向好这个台北市进攻。那对于我们来讲，这其实是未来会是台澎防卫作战中北部守军的一个非常难以压力非常大的这样一个作战方式。共军若是对台湾进行头一波攻击了后，就会利用咱的机场还有港口，将因的补给还有部队一直送入来台湾。所以共军未一开始就破坏掉咱所有的机场还有港口，其中桃园机场就是一个重点。以上就是记者欧良、贾振玲伫桃园机场的报道。再来看国军的抗弹帮，洪质疑讲根本无法度动枪支。国防部嘛公开斥斥，强调讲抗弹帮无问题。早起民进党的立委搁再指出讲，国军的抗弹帮采购的规格，唔是用军用的规格哦。呼吁讲国防部就应该检讨修正。进前国军公开感谢各自的抗弹帮抗弹性符合规定了后，研究庆海网红山姆小苏阁抛出伫美国一段测试影片，讲战场顶悬敌军无可能关实验室规范。新北市议员林炳雄又搁公布用刺刀破坏抗弹帮的画面，虽然国防部澄清抗弹甲防止插柜是两件代志，按过民进党的外交国防委员会立委进一步指出，国军抗弹帮只符合美国执法人员标准，不是军规。如果有军规，你为什么要采用司法学院的标准？这个的标准几乎是这个的顶标4级，这个不足以在战场上保护国军弟兄姊妹的性命安全，他会被打穿。你验收没有问题，合格，但不代表合用。立委认为民间的相关测试，相信拢是对国家爱护的善意，呼吁国防部应该爱听，佮马上检讨。立院下一会期审查预算时阵，也强烈监督国防部。在国防部的相关的认知里面，总是会认为说，我们现在的标准其实是符合美国相关的规定的。那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应付战场上最高强度破坏力的子弹，包括钢芯弹能够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水位？对立委提出的建议，加重到这个进前，国防部也无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今仔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的决议，无涉及台湾，卖拍拼来对抗中国想要伫国际组织甲台湾压落底的行为。另外，立法院的临时会今仔嘛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美国联邦众议院25以口头表决通过台湾国际团结法案，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未涉及台湾会拍拼对抗中国想要伫国际组织扭曲有关台湾相关的行为。尤其今年5月份的 WHA， 台湾搁一届互排除在外。犹大众议员认为世卫组织这款的决定是互人真恶接受。The WHO officer initially refused to answer and then said, "We've already talked about China." Implying that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is is unacceptable fo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unded largely by U.S. taxpayer dollars to be repeating the CCP narrative. The PRC lied to the entire world and said that that was not true. Taiwan got it right, and yet the WHO excludes Taiwan. The WHO should be ashamed of themselves, should let Taiwan in. 联合国2758号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联合国内底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不过，并无包括任何有关台湾主权的声明。台湾国际团结法案强调讲，美国反对任何伫无台湾人民同意的情形之下，想要改变台湾地位的倡议。学者认为讲，这会当看出美国国会强烈挺台湾的立头，要求行政部门爱发挥国际影响力。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反映出美国的国会跟美国的行政部门针对2758号决议，它是有一致的看法跟意见。那基本上是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应该有我们值得的国际空间。所来法案会送到参议院审议。另外，立法院临时会议会日内无异议通过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头一批协定，后续要谈判的7项议题，包括劳动、环境、农业、数位贸易、标准、各样事业、非市场政策及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昭华进行开记者会，指控环保署长张子敬暗砍一个主管性骚扰的案件。早起陈昭华搁再说明讲，加害者是环保署环境督察总队的队长李建玉。立委是讲又接到8件的定情，其中有6件是发生伫署长张子敬的任内。环保署早起是回应表示讲，已经请外部委员进行调查，这个加害者嘛先该调离主管职等待调查。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搁再出面指控环保署长张子敬暗砍一级主管性骚扰女性案件。陈昭华第4届开记者会公布加害者都是环境督察总队长李建玉，有接到投诉指控李建玉对署外人员会揪人的手，我过去讲过，黑白蒙训练班学员的下海跟架头，搁会甲环保局的人员锁头摸尻川，拢总有8个案件，其中有6案是伫现任署长张子敬的任内。这些行为呢，让这个受害者身心受创，速度接受諮商的治疗。陈昭华阁讲，总队长李建玉去互人指控，环保署嘛无要求伊爱停止调查，怀疑环保署根本就是咧接案。对于这个吃案的这个首长张子敬，我们也要求劳工局、社会局要给予最大的处罚。环保署嘛出面说明，讲已经有请3位署外委员成立申诉调查小组，会先甲李建玉调整做非主管的职务，听候调查。内部嘛会开始行政调查。环保署这边已经由政风室来做行政的调查，后续呢会依照行政的调查的结果，如果确实有处理的过程有疏失等等的，那么会依照规定来做这个处分。去互人指控性骚扰的环境督察总队长李建玉到大拢无回应。环保署表示，按照目前的法令，无法度甲事务官停职。红指控的8案当中，环保署内部有资料的，干了3案，其他案件是无收到任何资料。为着要保护当事人，当时的处理状况无方便公开。记者林静梅、王兴中台北报道。新北市树林有一间药局，一对姓吴的翁仔某头家涉嫌对2018年开始骗民众来投资因的药局，金额是超过38亿。检方昨侦查结束，依照违反银行法甲诈欺等罪，起诉这对翁仔某等3个人。走访地阿吉波对调查官检阅地检署，伊姓林的太太也被传回讯问。检调今年初发动搜查约谈，这对姓吴的翁某开药局做生意，说涉嫌骗民众投资家己药局来骗钱。他太太跟住户都蛮熟悉的，因为感情可能也不错，有人甚至投资很多，那也有人部分比较小额的，比如说几10万。那个时候药材很容易很难进来嘛，投资某个公司啊，我是这样，大概要上当了这样。检方队长发现，这对翁某找朋友共谋，原来讲要搁开店去投资，加做股东。疫情滚假期间，看准财难财，讲有管道营卖，累期到真悬的报酬，只差资金买防疫物资，甚至搁经营赖团购。趁国内欠两的时阵，就民众开钱投资，还卖两来获利。为2018年开始，骗超过38亿，至少10多人受害。检方经过侦查终结，将3人提起公诉。本署在今天依照违反银行法以及诈欺等罪嫌起诉吴姓夫妻档以及他们的友人1名王姓共犯。专案会验出来，原来有民众一直了无理顺，才发觉代志唔对。到伫代志爆发了后，伫新北市树林的这间药局铁门已经关起来，无营业。这对翁某在期待为家己行为负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中油的桃园炼油厂两个公务车的驾驶哦，因为是外包的，甲在野的驾驶比起来，待遇是差真多，影响立委定情。也毋过包厢说讲哦，因的标案已经结束了，所以就爱因去其他的县市工作，因只好离职。因是讲中油若是无要来处理，因就会去抗议。也毋过中油是讲哦，包厢这是因的头家，应该爱去找包厢沟通才对。中油桃园炼油厂两个外包厂商的员工，在台湾劳动派遣产业工会陪同之下，出面开记者会，控诉中油长期甲业务外包。不过承包商却是无落实特许年资合并计算的条款。就算2019年中油去互监察院纠正了后，各单位按指示照办，都到桃园炼油厂掠外。不止里面对我产生一种不公，及我付出的这些服务的年资也没了，所以针对厂商。针对中油，我也反映了，反映无效，就是用承揽合约的方式，就把契约终止的时候，就连同我们争取特休的方式，去把我们解雇掉，这样。中油桃园炼油厂的员工控诉讲，因一个伫中油服务21年，一个服务7年，煞干那有3天的特休假，找立委定情了后，煞哪像去红算数。除了去互中油的管理人员错干6交以外，承包商佫讲，桃园炼油厂的标案结束，啊因2个人调去台南做工课。落尾员工不满职务的调动，怎安尼辞职？因呼吁中油公司应该爱随甲因请，若无为8月初1开始，会去中油大楼静坐抗议。明明就是他们的常态性业务，明明就是中油营运所必须的人力，但是他把它委外掉了。这种常态性但是被委外的人力，中油应该有一个计划把他们收回，直接雇佣。他们本身有任何的主张，应该是跟他们的雇主来进行。中油基本上就是包含整个制度的设计还有一些劳务合约的一些执行，都是依照契约执行。中油回应讲，因为中油并不是外包商员工的头家，应该爱由外包商甲劳工双方好好来协商，才会当解决劳资的争议。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真热热，民众拢会买饮料，还是讲食冰哦？社署甲地方的卫生局展开稽查，查过讲有6件卫生无合格，嘛验到大肠杆菌，包括甘蔗妈妈、生蚵色，佮有 Cold Stone 等连锁店。这间连锁饮料店是伫台北市信用街的甘蔗妈妈，因顶一日去卫生单位稽查了后，发现讲因请的甘蔗原汁大肠杆菌超过标准。不过头家讲，有可能是做冰的管线上旧造成的，今嘛已经全部换新，完成改善。应该就是老旧，然后就是有些水垢之类的，然后就是有些菌在。我们刚好利用这次搬迁的机会，就是整个管路都把它换成新的。为了确保消费者食凉的食食的安全，社署联合地方卫生局执行现做饮料甲冰稽查的专案。目前验出6件卫生标准无合格，拢是验出大肠杆菌。台北市除了甘蔗妈妈，还佫有鲜蚵鲜、中山鸡肝店，也若相关污言是新北甲新德县2间分店拢违规。台南市 Cold Stone 巧克力豆的酸仔，也佫有阿姨王来冰咧卖当片春茶，嘛拢伫咧违规的名单内底。6家有复抽验的这个肠杆菌科是有超标的状况，总共是6家，总共每一家都是裁罚，依法就是裁罚3万元以上，总计就是裁罚18万元。社署强调讲，大肠杆菌的检验是食安重要的指标之一，会当知影业者伫咧食材甲食品的管理，也佫有保存的温度敢是有正常。消费者买的时阵，卖当观察现场卫生的状况，才会凉的甲冰若是无符合规定，限期改正却是无改善，上当会当罚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秦刚雄消息了。经过1个月，7月25，中国官方宣布讲，甲秦刚免职，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佮转来接任。就伫大家拢咧要晋江消息的时阵，新华社25报道，伫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14届中国全国人大第4摆会议经过表决，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秦刚免职。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5日签署第8号主席令，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消息发布时阵，中国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也伫南非参加2495伫约翰尼斯堡举行的第13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中国外交部这个月19发布王毅这项行程时阵，大家关心的焦点依然是6月25日报出来，无代表中国出席的外长陈讲，过去这个月，中国外交部一直用健康因素来回应大家疑问，或者是将为闪过。就是秦刚外长已经连续了1个月没有公开露面了，对中国的外交活动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你应该看到中国外交活动都在稳步向前推进。以向被认为是习近平亲近人士57岁进攻，在外交系统30多年，去年12月做外交部长，接替在任将近10年69岁王毅，只是外长才做半年外，在这大会宣布也予伊加做前一时间上帝外长。过去中国高官向向消息，王方被认为是健康出状况，啊若无就是做无政治上的危机。公视新闻恩文玲报道。来看2017年伫法国出事的鸟禽移邦25已经出发，要登去中国四川成都的护育中心咯。法国的第一夫人嘛去机场接送哦。最近这几天，中国甲欧美国家的外交是真紧张，北京透过鸟禽外交，嘛是真流行的外交关系，甲各国来博感情。几路有真侪民众咧送，寄住伫法国的鸟禽王梦，伊伫当地时间25出发，要去巴黎戴高乐机场，转去中国，入去到四川省成都的大鸟禽生态研究基地，来确保讲免偌久会当有家己的后代。王梦伫2017年8月出世，伊是头一只伫法国出世的鸟禽。同年的12月初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法国第一夫人佩姬因做伙甲号名，所以讲佩姬这边嘛有来甲送。Il aime bien manger, il aime bien dormir. Son côté français. Il est assez sociable. Il a un côté chinois, un côté français. C'est ça. 法国的警方斗相共来开路，还佫有真侪警察下场来确保讲冤枉会当归路平安。冤枉的爸母伫2012年从中国去到法国。此当时，中国要伫世界各地来进行鸟禽生态计划，所以国家阻止法国大鸟禽来到这，嘛互博瓦勒动物园的游客数量加真侪。随后，冤枉的双胞胎姊妹出世，2022年的游客的数量还佫达到200万。同款的鸟禽外交嘛发生伫欧洲的其他国家，北美还佫有亚洲的22个动物园。照顾鸟禽的成本真悬，逐年拢爱开买上几百万的美金。若鸟禽租借期限上长是有15年，时间一个到就爱甲这个鸟禽送转去中国。鸟禽外交内底还佫有一项规定，讲假使若伫租借期中来造成鸟禽死亡，还佫有罚款的问题。毋过鸟禽生出遮尔古锥的模样，深受各国动物园还佫有民众真欢迎，嘛毋茫讲租借着中国的鸟禽来增加游客流量。就算讲这几年来，北京当局甲欧美国家的外交关系有较安平，毋过透过鸟禽外交展现出中国的软实力，安尼嘛加减来落软外交顶悬的硬实力的对抗。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来看有上新的研究指出，讲石化石燃料造成的全球暖化，和中国的部分地区效应发生的可能性是增加50倍哦。科学家嘛指出，讲气候变迁拢是咱人造成的。美国佛州马纳提湾25出现38.39度，前一暗当地有测到38.44度，附近水汽也超过37.78甲32.22度。根据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表示，这季节水温是伫22到31度之间。福州当地一个船长表示，过去5年，每年热天热气啊愈来愈少。根据世界气候规限组织25公布的研究，南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迁，北美甲欧洲7月份，因讲是无可能发生热浪。Unequivocal that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is influencing heat wave events in terms of intensity and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In the US, 2 degrees Celsius. In comparisons to the past period in Southern Europe, we saw that the climate change made this event 2.5 degrees Celsius warmer.
and in China it made 1 degree Celsius warmer. 即马北部求人队也伫个热浪冲击之下，今年7月有可能加做有记录以来上热的月份。There's more hotter temperatures are having adverse effects on crops. We're actually in this new emerging climate system where our crops are not used to the weather patterns and the heat. 专家指出，若全球气温比工业化进程悬出2度，亲像最近热浪事件会搁较济，2年到5年发生1摆。另外，烧化石燃料致使的全球温度提悬，也予中国部分地区热浪发生的可能增加50倍。专家根据真济所在对安尼极端高温拢无准备，这么悬的温度已经唔是真罕见的代志。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为了达成2050净零排放，中央按什么伫2025年开始伫苗栗的铁店山要来正做咱国内头一届试验碳封存的场地。台电嘛拍什么伫台中的火力电厂来进行，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是对安全有疑虑。环保署专案小组2个初审通过中油提出的小规模自用化碳封存试验计划，按算2025年开始，在苗栗拍远的油田铁站山组织自用化碳封存，按算1年10万吨。台电是计划先在台中火力电厂试验封存，初期每年2000吨。长远目标是标准代谢喷地外海，希望达到2050国发会所提出的碳封存目标4000万吨。你封存之后，它会不会漏？那你漏多快？那你怎么去证实这件事情？那你会不会突然的冒出来很多？我想这是民众最大的疑虑啦。碳封存技术主要分3种，其中1种是将自用化碳注入到氢地层内底，甲盐水进行长时间化学反应，最后用结晶加做盐酸类的矿物。环保团体对台电代谢外海计划提出安全方面的质疑，甚至可能气体外泄，造成海水酸化。不过，前环保署长是保持信心乐观的态度。地层它的倾斜是往我们台湾内陆倾斜，然后往外海往上。万一有泄漏，或者在地层里面有所迁移的话，它是走到海里面。它实验的计划里面会一步一步的去把相关的必须要去确保它所谓的安全的封存的这些做法都会把它实现。台电会行2025年到2035年之间，会进行地动地层结构等资料收集甲验证，希望代谢盆地用加做未来碳封存的地区。未来会慢慢往海床下下找深台点，也做好安全封存甲风险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气候变迁嘛影响到国际金融咱国内金管会嘛针对银行进行气候变迁的压力测试，结果是显示讲，上严重的是银行可能会损失3000亿，等于一档赚的钱拢了去了。最近这几年极端天气的频率甲强度愈来愈大，对人民生命安全甲财产的冲击愈来愈严重。2020年1月份，国际清算银行警示，气候变迁的风险可能带来6天鹅的事件，而且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这几年，外国小连续对金融机构气候变迁的风险展开压力测试。金管会头一届对本国银行启动的公办气候变迁压力的测试，即马结果出来啊！在气候变迁风险的冲击之下，上较严重的时阵，银行估计损失会到3000亿。等于是规年的利润拢了去。各国的汇率都在浮动，各国的经济都在下行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台湾本身的经济也在逐渐的恶化中。所以说，金融机构面临的这种困境，短期之内金管会将面临一个新的挑战。目前国际上甲气候相关的风险分做实体风险、做大水、靠岸、海平面压悬等等的极端气候。对银行受信担保品的价值造成减损，甲转型风险，也就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政府加扣碳费甲碳税等等。也若所谓金融业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透过基本计数，亲像电力、碳、燃料计数的调整，来评估交易对手可能受到影响。不过，学者认为讲，这各种的做法是无法度改变已经存在恶化的事实。在市场等待美国联准会公布上限利率决策会议的结果，大股早盘开悬走低。盘中由红翻黑，指数捌失守17200点，
目前指数伫平盘附近来回回。今天市场比较观望哈 ，AI 概念股因为短线是涨多哈，所以最近这几天在融资增速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之下变成了股价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但是这个来看的话，似乎是有点洗盘的一个味道。分析师表示，所来台股的表现，要是来看 FED 利率政策的态度，出来方向若倾向成熟，代表变薄的趋势有可能会改变，互外资的热钱重新流入来，大盘指数有机会佫压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统计6岁以下儿童性侵害的案件，有9成的加害者是熟识的亲戚朋友。为着要加强囡仔的自我保护，有民间团体就设计用布红来做教材，望讲政府来支持，互因会当推撒到全台湾6000外间的幼儿园。尊重孩子的身体自主权。大声喊口号，提醒社会大众尊重囡仔身体自主权。因为根据卫福部统计，每年差不多8000外件性侵害案件发生，其中0岁到6岁读册进前囡仔性侵害案件，9成加害者拢是熟识亲友。我们教他们，他们可以早一点好，然后有意识或者是知道怎么说，可是保护的责任。绝对永远都是在大人的身上。不管人才的培训、课程的安排，好像没有看到一个很积极的推动的迹象，所以我们很担心老师们知道怎么教吗？所以很希望教育部可以给一些明确的回应跟指引。为教囡仔自我保护的观念，社福团体研发一组创新教材，用操作红或者是身体特定度的介绍，互教育单位应运用，希望政府来支持推广到全台6000外间幼儿园，也呼吁政府在教保员的性别教育顶悬爱加加努力。教保活动课程的实施，就是以融入式的方式来进行啊。教育部这边也会持续的跟地方政府，甚至是民间团体共同来合作，那落实推动我们的性别教育。社福团体认为，真侪自细汉互熟悉人性侵害的被害者，往往到大人了后才寻求协助、自伤。真侪被害者甚至因为惊唔敢求助，所以希望幼教老师应透过教材运用，互囡仔伫游戏当中学身体自主权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天狗类，佮继续的传烧哦。台中市昨嘛出现第3例本土病例，是一个60岁住伫西区的查甫人，感染源是还未找到。防疫专家是烦恼讲，若是无赶紧找到感染源来做大消毒，半个月后可能就会看到实土。环保局的人员沿街仔路斟酌咧除药啊，因为台中市2号出现头一个感染源不明的天狗热个案，是西区一个60岁查甫人，经过中央检验确定感染到第2型天狗热，是台中第3个本土病例。目前也无法度确定感染源是对倒来，卫生局已经扩大针对上千人来做疫调。台中市西区登革热个案，卫生单位及区级防治中心已积极对个案潜伏活动地做病媒文密度调查。滋生源清除及户外化学防治，并扩大疫调。现在台风也快来了，那台风过后呢，也会有很多的积水，巡视一下我们住家环境的附近，看有没有积水的部分，赶快把它倒掉，赶快把它刷一刷，避免我们登革热的这样疫情继续的扩大。风台要来啊，落雨过一定真侪所在会积水，台中市提悬警觉。提醒民众一定要先处理到积水的所在，爱清好清气，爱砍挂也是倒卡。传染病防治医疗网中区的指挥官黄国斌烦恼讲，若无紧找到感染源，恐惊半个月后天狗热的疫情就会断开。蚊子咬了它以后，差不多8到12天左右，它就会有传染力，也就是说，这个蚊子会去叮咬别人。所以，假如说这个传染没有找出来，没有及时去处理的话，差不多半个月左右，就可能会有下一波的出现。不过，台中市2时佫传出有民众唔配合作业，无爱离开处理，互人转药啊。执行单位找师傅来开锁，结果互民众去报案，讲因入侵主体。台中市卫生局强调支持里长做防疫，而且嘛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第67条，对这个民众罚6万至30万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科航园区管理局按什么伫龙潭园区的东边建设基地，面积大约是158公顷，也毋过哦，私人的土地有将近9成，今仔嘛办头一场的公听会，现场民众是真不满哦。管理局是强调讲，未来会由政府出面进行一般定收，政府一定会甲民众豆豆沟通。新竹科航园区管理局
爱算伫龙潭园区东边扩建基地，面积有甲158.59公顷，其中私人土地占869件，有甲87.61%。二楼举行头一场的公听会，面对家己生活的所在，爱去互征收，现场的居民是真生气。政府为了特定的企业，然后要扩厂，那我们就必须被迫离开我们生活的土地，因为那土地都是有情感的。我要发展2奈米底下的半导体，我需要土地，就这么一句话，他就要征收139公顷，他就要破千3800人，他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土地征收，他基本上他是政府公然的掠夺。台湾基础正义关怀联盟甲自救会嘛批评讲，特区管理局用简单的文件，完全无讲到合法性、公义性、必要性、比例性，最后公布2种的手段等5个条件，直接跳去补偿甲安置，这是独裁时代做法。特区管理局回应讲，2科3期由政府出面做一般的征收，主要是因应产业发展的需求。我们国家为了维持在国际上半导体的一个竞争优势，那很多半导体产业呢，必须要更往更先进的制程走。那以产业群聚的效益来说，所以我们呢选择在龙科3期呢继续扩建。特区管理局表示，政府袂伫民众无愿意的情形之下，甲因的土地占去，未来嘛持续沟通。嘛有讲到新竹科学园区为新竹保1、保2甲2科3期，希望达成促进地方发展甲地主的权益、产业竞争力甲国家竞争力。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伫2当前办教师争取，今年是还未举办哦。也毋过，宜兰的国校代理老师的欠业有将近500个。教育界就批评讲，宜兰毋办正式的教师竞选，所拢开代理老师的课，这实在是真离谱。伊是陈君豪，是宜兰县宜兰国小的代理老师，经过真侪年打拼，今年总算顺利考调桃园的东德国小正式老师。伊讲，代理老师甲正式老师的福利甲薪资差有够侪，就算讲爱离开家乡，真无简单，才考调正式课，要是爱把握正式课，宜兰开无够业，地数人才外流。过去10年宜兰开缺大概只有4次，大概是有4次。那总共招的缺额大约是150名，国小的部分，那表示说平均1年才15名。宜兰县2年办一遍教师甄试，今年还未举行，不过各国小也是有教师的需求，所以来开出代理老师的课业，目前已经立即到487个，占全县教师员额24%。教育界就要求讲，今年其他县市拢有开这个正式课，敢若6都就录取超过1500人。宜兰县无提早来做应用，佮颠倒开真侪代理课，因为代理老师惊讲经验无够，会来影响到教育现场的品质。那县府以往办理代理老师教甄的程序，要不要思考一下因应作为把期程往前提一下。教育人士讲，教师界这么当咧有一波退休潮，估计讲会刷你2-3年。宜兰县府明年办理教甄，建议讲时程都要提早，唔当比其他县市较慢。我们县府原则上是以2年来举办一次教甄的方式。最主要是考量目前国内少子化的一个趋势。县府表示，今年还未招聘正式的教师课，是考虑到讲未来少子化的趋势，建议学校都要做适当的评估来开课，毋茫讲来降低代理人数，通稳定现场的师资。明年的教甄都要提早来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有艺术家伫美国的纽约开一间卡哇伊回转素食店哦，一开业就有超过3000个人排队预约。另外，因为福岛核电厂安算要甲核废水排到海里，香港政府是宣布讲要禁止日本在所在的水产品进口。伫香港的日本餐厅嘛，正烦恼讲生意会受到影响。日本计划将福岛核电厂处理过的废水排入大海，香港政府宣布，若日本开始排放核废水，会马上禁止日本10多罐的水产品进口。业者也准备为台湾、韩国、澳洲这其他国家找找替代商品，也思考要安怎改菜单。貨源係由其他嘅國家、其他嘅地方進口嘅話咧，咁始終呢一間日式嘅餐廳咧，就唔係話所謂 authentic 嘅，唔係話一啲全部100%嘅日本料理店，咁好似一個 fusion 嘅餐廳咁樣，咁變咗咧就肯定係形象上啊，同埋生意上都會。
香港餐饮协会烦恼，若对10多罐的水产进口禁令上路，日本料理餐厅生意会落5成，若继续2个月到3个月，恐叫2到3成业者做不落去，呼吁政府应该要有配套措施，挽救餐厅生意。经过结合传统甲前卫艺术，日本卡哇伊潮流的先锋艺术家正田塞巴斯汀，伫美国纽约曼哈顿区开一间卡哇伊风的素食店。规素食店充满强烈鲜艳的色水，天棚要挂大型装置艺术品。下顿的吧台顶悬出现的餐点，为摆盘甲食物的色香味也拢五花十色，就亲像这盘马卡龙寿司。もうハッピーになって楽しくなってこのニューヨークを元気づけるものでそれは今までニューヨークにないもので、表現したら面白いんじゃないか。正田塞巴斯汀的素食店6月28开幕第一天，订位名单就3000多人在等，2礼拜时间过去啊，也有1600人在等。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观众朋友特别注意哦，受到风台影响，台东已经宣布讲，今仔暗时6点开始停班停课，明仔载嘛同款停班停课。另外，高雄的桃园、木林跟那马夏、六股架生哦，今仔暗时6点嘛开始停班停课咯。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29度；华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